来看基隆协和电厂开发案，搁再引起争议。下晡环保署举行环评专案小组第5届初审会议延续会议。那这卡伫天数问题，这会议开4点钟，拢无进入到审查。基隆市长谢国良也是头一届出席，还有环评委员甲地方政府，大家是互相尊重，也强调讲，若阵环评硬要通过，到时阵地方无同意开发，是要安怎核发这使用执照甲建造呢？咱也伫咧暗头的时阵，这环评会议该去会议室，该做是视讯线顶的方式来进行。不过，使用视讯的方式是无够理想，无多充分表达意见，宣布讲另一日搁再审。经历是保守甲一站搁一站，环保署大门两边拢放阻挡人车入去的铁架啊，莫互人入去。因为顶届环保署环评专案小组伫审查协和电厂改起案，在地的团体是冲入去会议的现场抗议，互审查规个登去。这摆环保署改变民众比较听的规则，一个来，一个就出去，民众咪讲是极权国家。这是什么神奇的恩典嘛？就是我没有召见你，你不能进来，你自己不照程序来，你又害怕民众的看，然后你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那你这是什么封闭？就是集权的国家。这摆会议是第5摆专案小组初审会议的延续会议，本地议定互民众发言，但是包括时代力量、民众党和国民党在野党的立委，拢质疑定数问题。基隆市长谢国良嘛第1摆参加会议，还有环评委员尊重因已经做出废止4级开发同意函的决定。环评审查完，还是要回归到地方政府，就我们的理解来跟我们申请相关的一个填海造陆、跟新建电厂的建造、跟最后使用的使用执照，是否不太赞成的话，那我们要如何的给予新建的建造呢？但环保署中心台电提到地方政府的开发同意函和环评审查依法会当做伙做。内政部以及渔业法的主管机关农委会都没有去提到这个案子，它有未在任何禁止开发利用的地区，我们就依照环评法的规定来办理后续的审查。中国民众是忍受烧热的天气，透过荧幕伫咧听环评审查，场内是继续针对定数问题在攻防。会议开4点钟，拢无入来到实质审查，主席嘛2摆拢宣布休困，为了让定数会当推进。伫暗时6点进前，环评委员已经互安排去另外一间会议室，改伫咧线顶继续审查，互在场的人看一个公面。立委嘛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乌龙蛇道。记者郑夏报道。